你叫做咩名？你叫咩女仔呢？今年幾多歲？34歲。結咗婚未？我呢咗婚。自己有冇小朋友啊？有小朋友15歲到9歲。咁你之前喺邊度做嘢啊？喺馬來西亞，念住顧寶寶講 BB。嗱，咁啊，馬來西亞嗰度第一個老闆做咗幾多年？第一個老闆做咗幾多年？3年。3年。OK，咁啊，第二個老闆呢？第二個老闆係照顧咩人啊？老闆。第二個老闆照顧小朋友定係照顧老人家？兩個中字咩？第二個馬來西亞照顧咩人？照顧寶寶幫 BB。第二個喎。Yang majikan kedua jaga bayi. Pong BB yung po BB Loknin. Yes, Loknin 6歲。yung po youth 6歲同埋8個月，係咪？後月。你識唔識煮餸？識煮咩餸？May sung masak. Xin cay jojo po chukdong po dong. 咁你食唔食豬肉？我唔識豬肉，但係我食豬肉。嚟香港照顧 BB 得唔得？得。照顧公公婆婆得唔得？得。OK， 好啦，唔該晒，拜拜。拜拜，thank you，唔該晒。